主后2024年8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下上主心意的领袖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上卷18章第10到17节。后来，大卫攻击非利士人，互因降服，搁对非利士人的手取到迦得甲附近的庄舍。大卫搁拍败摩押人，摩押人就归顺大卫，搁进贡。扫巴王合大底下去幼发拉底河，要坚固伊的统治权的时，大卫攻击伊，直到哈马。大卫抢伊的战车1000台，马兵7000，步兵2万，搁斩断战车的马的骹筋，只有留狗仔通拖100台战车的马。大马士革的叙利亚人来帮战扫巴王合大底下，大卫就杀死叙利亚人22000。对安尼，大卫伫大马士革的叙利亚设立军营，叙利亚人就归顺大卫，搁进贡。大卫无论去倒位，上主拢予伊得胜。大卫将合大底下的部下所用金的盾牌，拢带来耶路撒冷。大卫王搁对合大底下的城提巴甲军摕真侪铜。后来，扫文用这个做铜海、铜条，甲所有的铜器。哈马王得以听见大卫拍赢合大底下的全军，就找伊的囝约兰带金器、银器、铜器去见大卫王，甲伊请安，祝贺伊拍赢合大底下，因为合大底下甲得以常常交战。大卫王就将这个物，甲以前伊赚赢列国所得到的金银，就是对以东、摩押、阿门人、非利士人、阿玛力人得到的，拢圣化献予上主。塞罗亚的囝阿比斯伫盐的山谷拍死以东人18000。大卫伫以东全地设军营，以东人拢归顺伊。大卫无论去倒位，上主拢予伊胜利。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，用公平正义治理伊所有的人民。塞罗亚的囝约押做元帅，阿希律的囝约沙法做士官，阿希律的囝撒督甲阿比亚他的囝阿希米勒做祭司，谢雅做书记，耶何亚大的囝比拉雅做头指挥，基列提人甲比利提人。大卫的囝拢做王室参谋。下上主心意的领袖。中国古书《孙子兵法》讲到，战争是国家大事，关系生死存亡。册中点出道天地将法5个制胜关键。道是指人民甲领袖意志一致，通同赴生死。天是指观察天时变化。地指爱了解地理环境。将指领袖的能力。法指组织和原则划分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一个好领袖必须根据这个面向分析、筹划、调整，方得胜。
达必即将王权了后，开始南征北讨，最后统一全国。达必的德性，除了上下一心、将士用命、战略合宜以外，伊挖靠上主诚侪合上主心意的领袖，这搁较是重要的关键。若对照历来记录上卷18章到20章，和撒母耳记下卷第8章到21章，通发现真侪雷同的记载。以外，伫历来记上卷17章和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，拢记载上主赐予大必锡安之约的应允。对经文通看见，上主予大必所向无敌，处处得胜。以色列诚侪近东长当时的强国，周围民族全数予大必打败，投降归顺。伫大必的带领之下，以色列兴起强盛，也为日后建造圣殿奠立根基。天时地利人和拢徛踮大必这边。更较重要的是，有上主踮伊的后面伫掌权，所以大必毋敢袂记得甲荣耀归予上主。伊甲所征服的各国遐掠来的金银，全部献予上主，作为敬拜的路用。当大必统治全以色列，也对人民秉公行义。每一个世代拢需要会合上主心意的领袖，包括先知、祭司、君王等等。今仔日的经文讲到大必伫搁较早之前有摩西、约书亚、撒母耳等等。伫大必了后有所罗门、约西亚等等。今仔日这个世代，咱是毋是也当诚侪合上主心意的领袖，为伊拍迄美好的征战？伫儿童、青年、妇女、少年和社区关怀等事工的顶面，拢会当得胜咧。笔者过去牧养的青年，伫当年用心培育、建造带领下面，已经现在诚侪教会的领袖和太太做伙同心带领青年，拄亲像过去受牧者用心牧养共款。但因也照着上帝的心意，努力培育教会的少年人，用性命影响性命。咱通看见教会青年事工的成长甲勇壮，在地有人愿意委身为主赢得这世代的少年人。为着安尼，教会努力组织搁较侪青年，互因同齐看见来自上帝的使命甲异象。每周拜六邀请青年同齐做线顶读经，主日举行青年礼拜，互真理进入少年人的生命中。默想，大必安怎诚侪合上主心意的领袖？大必安怎诚侪合上主心意的领袖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上主啊，求你帮助我效法大必诚侪合你心意的领袖，领受你迄长阔关心的应允，通一生见证传扬，佮荣耀你的名。奉主的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